珠海呢個發展商為咗賣樓真係毫無底線啊！首付10零萬，仲送你10零萬嘅家私電器同埋華為全屋嘅鴻蒙智能系統。呢一個118平方嘅小高層板樓啊，做到南北通雙陽台，而且仲係一個4房嘅單位。最重要嘅話呢，係精裝準現樓啊！依家睇到嘅大部分都係交樓標準嚟噶啦，4米開間嘅大廳，東南朝向嘅一個方位，陽台嘅景觀睇晒成個小區嘅中軸園林，真係非常之舒服。後期小區園林呢，仲要做一個升級嘅喎。咁呢邊呢，就係一個北向嘅陽台啦，樓間距都係非常之闊嘅，冇任何嘅一個遮擋。廚房都係非常之大嘅採光窗同埋抽油煙機啊、消毒櫃啊，全部都有嘅。真正可以做到拎件衫就可以入住啊！重點嘅話呢，就係20分鐘你就可以翻到去港珠澳大橋嘅人工島，出門呢，就係大型嘅商超，生活交通配套非常之方便。有興趣嘅朋友評論區3個6發資料俾你。